家家有好色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茵茵。天使真紧动热的，所以那叫生日快乐快乐。那基本日还起贵肥哦。奇怪，喂，发生乜嘅事情？因为基本日啦，讲到贵肥，就想到荔枝，来抢到荔枝能人来咧啊！爱出好色的荔枝，哎，你迄罗贵肥做唔得按太烈黑色的对，拿树为同。等一下，你不矮呀？等一下要优雅，生气也要优雅，优雅好，优雅好。好嘞，做对嘞。我按你好的人，我唱出来好嘞，唱俩荔枝的能人出来。喺那比赛，看佢来写，你哈强呀，爱哈强，好冇？做对冇？我啊，马上叫你不去先啊。变下面吼，我是荔枝，好嘛？好，罗贵妃来唱人哋能人出来咯。欢迎小松勇太哥，欢迎。好，来，哎呀，看到贵妃会怕哦。海鲜，好啦，讲到荔枝能人哈，我们今天要用贵妃的姿势哈，姿态哈。好，小太哥，最面爱包面爱先哈，亮啥、骂啥，最适合带眼嘅。荔枝，好冇？好啊，好。小太讲吼，当有名长出的时间，你看到有当多种啊？你北部吼新竹嘅方面吼，係早期都其實係用啦吼，應該講喺台灣嘅最早嘅就南部嘅高雄嘅幾個用到玉荷包啦，玉荷包，而家南部有啲偏見嘅文化客家，所以講佢嘅客做出來。我哋做南部安尼，天都上來，北部最慢。都新竹都已經差唔多是會結束。哦，玉荷包啊，三個來係乜嘅？玉荷包吼，按總鋪來講，含有兩個過去早期嘅品種是叫做牛鴨嘅。哦，牛鴨嘅大量。三個來係乜嘅？這個食下來是多兩個含有桂米然後兩個糯米荔枝。糯米粽，你特別講啊，適當嘅，拍手啦。我贏了，這一局我得分，那給你來一次，來，好，我來，我較強吼，好了，按你計時我就低嘅，因為有機會吼來開始種荔枝啊，種當多農作物。雖然8開始啦，你免講愛種啊，愛荔枝差唔多也有60-70年啦。哇，真緊哦。你節目按叫伊啦，一擺搶到荔枝的能人來，古時講吼，我當歡喜啦，又愛本做評審，看我亮啥哦，誰可以代言的荔枝？古時講，今日要做主動到有關荔枝的料理，先來做剃頭菜好冇？很多物解。荔枝、黃梨、下拱橋。哦，來法語講一遍，來羅貴妃冇，喊佢講。來，荔枝、鳳梨、蝦球。你講當好，很真表。來，我報名不平，請你做台。這個很真表。你嘅聲音講聲音咧。講聲音。好，當然嚟一開始介紹龍眼你印象當中嘅鳳梨蝦球冇？你加的荔枝哈，荔枝是當季嘅食材，你看到哈先剝好嘅。闊咩薄踢咧？好食，先嚟做嘛？嚟切黃梨哈。黃梨要用埋線，有上時人講黃梨愛洗，冇洗，所以洗怎麼刮在？好簡單咧，切掉佢啲，就因為泡嘅呢，泡嘅，將來用。這個切下腰的，它肉是做的，它肉，好，好了，現在食了冰了，來，好，要切嘅要長條哦，要長條，要長條線的哈，哎呀，好，做的，好，拿到兩邊，好來，哦，哎呀。較少做啦，哦，咁而家比較貼士啊。我看眼型係做地平常時，你聽當到用10幾隻槍嚟咩？嗬，當到用人都唔聽數。好啦，稍來樹立嘅先脫脫佢，你哋啱係定咗做嘛？那剪下角，剪下角，
罗贵妃啊，好来，你在旁边笑也不是办法啊。食下落愛搖嘛，我夾到位。好，記到，你冇停啊，就唔可以停。哦，係錯係錯。啊，你做對啦，對，好啦。因為下降一度哈。好啦，廿個，下工廿個是已經薄好些，七隻八隻啊，有啲新鮮嘅啦嗬。誒，新鮮，攏係傾用當新鮮啦。好，冇正經嗬，不得不起。唔會啦，講生氣。我講佢泰語都講不得不起。嗰啲嚇哦，單槍喜夢啊，藝人係嘛？應該後置。冇啦，唔記倒嘅韓國唔記3年，比出去嘅剪體夢巴到眼小問題。一天都剪到去變預告啊，都講。哦，等我溫嘢嘛。好，做點好差不多啊，差不多還可以。我們要有那個19隻嘅生意啊，12斤菜好。好，12斤菜，我們把蝦子弄成12斤菜哈。羅貴妃。你們算嘛？生意集咯，好，表態講聲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生意。哦，好，冇結啦哈。冇結啦哈。有啲人想講佢龍蝦講會醃一些粉啊，其實唔冇，盡量冇醃粉哈。就是最原始最田園嘅哈。田園嘅。跟有不用鹽冇鹽嘛該。剪好，嗱，即係講唔醃落去，剪好一加多少加幾粒嗬。好。誒，其實我做安當健康呢，一般人你食到嘅鳳梨鳳梨下咁橋，又勾芡啊，又炒啊，又不用咁多東西啊，又乜嘅。它自然咧食材又較簡單嗬，冇加咁多嘅調味料。哎呀，幾愛啲嘅啦，你煮鳳梨。也做下講，也做橋，你至少人橋啊，係啊，冇錯啊，係。係要人嘅嗬。你真見係貴妃式嘅料理。當然啦。當然就都做唔聽。一天內哦，因為嘅甜嘅關係，而龍洞洞媽媽講嗬，壞些一天要剪到熟，有生意都咩啲嗬。係。跟你有睇講食爸爸嘅事業食幾多年咧？那現在細時間是有退休啦。係哦。啊，你2年係是想講盡了嗬，盡休閒盡運動啊。對，就下用心對啦。係哦。就盡做有種東西修養身體啦，哈，有運動啊，哈，身體就會好嘛。係啊，也個等下嗬，個鹽要準備。好，我弄準備。你嘅鹽哦，當醬哦，你看，風裊裊嘅哈，攏係強用暗風，我有鹽。係乜計？誒，包裝都按醬咯，係。當然咯，你睇有冇用嘛？我可能佢面檔可能有隻竹頭嘅啊。唔講我打過嚟，唔輕，你滲掉落去。等下表演半看，好冇？好。好來變面一下。哎呦，好，來，等下哈。我東江媽媽天師準到劈頭，冇做開哦。你係啲好識啲料理哦，你平常看唔到啊。咩？記得一定要會識料理，看到啊，出錯。一般的料理有嘛嗬？一般的料理是當普遍啊，但是人家用那個荔枝啊，對嗬，它高級嘅水果，那個貴妃式嘅荔枝嚟講，當然係平常時是。冇啲嘅料理。係哦。因為看佢季節嘛，嗬，我講有睇過大家都講，荔枝嗬較熱氣，唔過我有看到有報道講嗬，其實荔枝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的燥熱，其實它是很水分，它會促進我們的一些，譬如說胃啦或什麼的，冇食高度就好。先你動肉，但是其他啲。健康嘅嘢，其實荔枝當補哦，還有一種嘅現象是講，它火氣太熱，火氣太熱嘅牙齒，因為我肥肥哦，唔該食啲嘅火氣太這種嘅，食啲兩種現象，做咩食啲種嘅現象啊？這樣好，要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嘅火金鐵啦哈，金鐵，夾起來哦，夾起來好，夾到入邊，你按好夾哈，好。
我以前啊，我有谈过是荔枝哈，还讲强烈的话，荔枝的叶边还有皮哈，拿来煮水。我有听人讲用荔枝粉。 哦，用粉，荔枝粉哈，煨下好。好嘞，有睇過。表演一下哈。哎，喲，將係應該先喺咩三條水入，做嚟咯，看哈。嚟咯，有嘛。好，三條入哈。係。安尼好。係。好，應該都好，哎呀喂。安咩做得？安你聊，安咩做得？聊做得好啦。幾三下嚟，數大唄。來，將下來哈。好，你先做一基本硬塊。做一隻哈。好。 你要數哎，該數啦唄，要動搖一下。好，來你先走。來用獎呢？哦，排泄。你數一分呢？排泄啦，來相公，哎，你用啥就是你的左右手。好，你用慢走。來，你啊，首先你個荔枝啊，你個荔枝的你學卜提字我。杜方嘅。 粉，荔枝粉，好嘅，你多嘅啱粉拿起去，當然你盡量冇俾佢嘅冇破壞佢，俾佢咧要隻孔，鹽嘅孔，你嘅成標嘛嘅，煮熟嘅下骨，應該切到講，你成標嘛嘅，我成標啲啊，佢切喺成標啱好先，成標落去嚇，標成下切起來，成喺標落去嚇，插落去，插落基本小哥喺邊動出以前嚇，你啊該很多，下工標落去，標旁邊，按你注意講，按用就好。哎呀，好優呀！好來，叫我來做哈，做一下，好。 哎呦，望你切都按好哈。哦，清熟呢。哦，是這麼講噻。你看啊，很醬哦。有冇有醬？有好。啊，你有醬嗎？你係乜雞？嘿，荔枝啊。好。還有醬。好。還有一醬哈。哦，來。一醬是一。 哎，其實你看呢個一醬哈，按你等下出一後一醬係冇？擺落去啊！好，一擺唔得，對，盡量可以冇俾裂開來哈。冇裂開來，哎，好些的哈。哦，你啊，弄啲不都會粉哈，拿出來咩要講哈？因為啊荔枝哈，要醬鹽。 種下去做得起點，哦，對了，哇，感覺好像軍隊要出征了哈，不用出了，真言就會貴妃的料理，真言，這是完全佛我而做的，喲，好，這樣，好，走的，我說羅貴妃啊，我幫我們邱大哥端準，來，好來，邱克龍太家講，我唱太家實在嘛該，荔枝黃梨。 下拱橋，很調皮哦！來。木薯哈，木薯兩個成標哈，好，豬角個，嘿，豬角來咯，誒兩個荔枝的表面蛋哈，哦，放出一條嚟，可以是咧，一健康嘅食品哈，嘿，好，香瓜小米當中要啊，我見咯，冇，係咪？還有鐵條粉，哎呦，嗰重點咧，鐵條粉係當葱嘅喎，當葱嘅喎，係你變到兩味哈，變到好啦，好，哎呀，按次看你多內容哈，嘿。啊來了，荔枝黃梨下拱橋哈，我睇白色按樣感覺，一抓一抓，好來，吃過來哈。好。蝦子的感覺，我知道海鮮變到很那奇，
因为个荔枝的味道实在太强了，好，整个很饱满，还有水分浓浓。因为有时候吃荔枝哈，不吃到太酸，好，有点太酸。哎，加了凤梨，嘟嘟好。系啊，酸甜酸甜，系啊，也买加蒜咧，哦，要加那个虾仁，系虾仁夹起来嘅呢個凍必須。那個後來水經流出來，還係清爽嘅事。唔過呢，東西是都會講皮，係有乜嘅料理啊，係做得件事唔會講唔會皮嘅嘛。荔枝木薯純結，等，木薯做嘅。木薯芽，哦，我第一擺聽到木薯，哦，純嘅，既然糖起來，食到當健康，又做得食得飽，因為係當好生木薯，哎，老荔枝樣板擦出火花咧，結果來看一下，來，好，開始嚟做哦，好，你講下，這個講下名嘅，我喏，荔枝木薯。純結哦，比較特殊，嘿，木薯純結，糖起來咩當健康嘅料理啦，哈，你做得食到水果，食到蔬菜，哎，純結吼，有係你客家人，也係講大家都直接嚟食到嘅，哈，好，解釋一下，當然荔枝一定要有，底部要學薄體咧，好，荔枝，還有乜嘅木薯芽，當主要係想要一種嘅挑硬嘅，佢嘅品種係細嘅，唔知個種咧係冇？呀，咩啦？市場嗰邊買。特別鮮嘅吼，我有看到，條線就來。我有看到你種較無共用，平常時你看到可能較太較薄，吼，你較幼較細較長，吼。當然啦，地表長菜做唔得少嘅，像鳳菜頭，吼，還有內瓜，還有準備嘅純嘅地表都一定要有嘅，鐵條粉，冇加配的東西啦，冇加。好，還有啲純健皮，一般來講，啲純健分當多種，譬如講啲節目出現過嘅，有那種越南的。粵式的哈，這種它泡嘅金水，哈就可以再就是變，再變起來，嘿粵式春卷，哈，另一種係一般的你面皮做嘅，好面皮當香，你要一般來講，你包之前要先整個也係講買來做。佢嘅買前嚟講，其實鮮蝦嗬，嗱個麵粉嘅嗬，麵粉嘅咪其實鮮蝦嘅剝條少少魚咧嗬，其實嘅多少嘢嘅麵粉種濕濕嘅，其實係溫一下，拿起來先食。哦，唔看，唔睇下看嗬，你麵粉，我做動厲害哦，你要講啲咯，做爛泡盤，哈，嘟好，還有麵香，啊，之後你還吃純嘅地方都種蔥葉嘅哈，唔過我冇食過。用荔枝包了純嘅地方都用白，好，開始嚟做。那切下啲材料方面哈，好，先兩個我哋插，用插絲哈，好來，哎，不用嚟做，不用嚟，生意數哦，生意數。喲，要睇油嘛？唔可以，你係最第一睇油嘅會水，喲，也差唔多，做得。冇佢利用嘅啊？有，當利用，生意哦。其實你等下看住啲。少個醃掉，合睇啲。好。OK。好，搞掂。好。其實你係披薩啦，哈。披薩最主要嘅係木薯嘛，哈。好啦。好。你係紅色咧，哈。紅色咧還有橙色嘅內瓜。好，袋數啦呗，好咧。好來。好，較安全啊。係啊，安全，呢方面安全啦，哈。當然你要細個嘅啦，哈。較安全，因為你要做熟嘅味，哈。好。沙來你愛內瓜，不用專心。好來不用，不用，內瓜哈。因為搶菜嘛唔怕哈，中央吃只這個。來吃只。好。咦，也較簡單哦。可能還冇按啱啊。就要然後搶食嘅部分咧哈。哇，好香哦，小黃瓜。差唔多啲。生意數好，來幫我。好來，不用上來啊！好了，什麼嘢？來，你食部分咧，喲。啱啦。哪些東西啊？好了，醬油數哦，麻煩一下。醬油數，麻煩一下。好嘞。好，按你量差唔多嘅啦，哈。做得，好。你一開始愛爆係嘛？係。好，包咯。量一層鐵泡啦，嗬，量層啦，嗬，量層一層，加一層咯，較滿，嗬。你自家平常時會煮自家煮飯咯？你冇
啊少少。哦，難怪。我個你喺寫因為有落帶個應該荔枝按咯那個餐小飯哦，餐小飯。我要看到喲，我冇就看下，咦，應該要識到你咩個，唔係要看到你嘅樣嘅，所以咪記下來啦。真係強哦，真係很強哦。所以這個啦。好，啊神標嘛該。木樹哈，木樹兩個神標哈。好，來。神標木樹。有。更健康哈，因為大家是春天的時節，有上是因為全部會菜，也全部會水果，像特仔嘅，如果標嘛個美乃滋，哦，也係講放果醬，也係講客家人標嘛結醬，今日看到一健康哦，因為看到水分都當到，好，三下標嘛個，木也以後呢嗬，收嚟標兩個。你主角咯，主角來咯，兩個荔枝的表面蛋哈，一隻哈，他們不用6隻咯，一件來講呢哈，差唔多5-6隻啦哈，看太細，跟你等下建起來時間要水嘛，也係講要釀嘛，要水。應該唔是，應該唔是啦，是做嘅人差唔多。生來係表嘛嘅，應該。即係兩個哈，係假兩個。鳳彩條，係是的，鳳彩條嚟開。可以是咧，也健康嘅食品嗬，健康嘅食品，鳳彩條嗬。好，啊做2件啦嗬，好啦，做得，做一件哈，好，還有個小黃瓜嘅強色咧，小黃瓜哈，好，小黃瓜香味當中要啊，好，嚟，蔥葉嚟咯，一件咯。冇係咪？係鐵條款。哎呦，那葱點咧，鐵條款係凍葱嘢喎。凍葱嘢喎，鐵條，也是木薯嘅嚇，也鐵條款係凍葱嘢喎。好得冇。咁冇講到鐵條款，鐵條款係凍葱嘢嘅。唔講係冇上過鐵條款留荔枝加嘅米絲係用白。好，這個啦，大家做的相似，都是。上一下嘅米絲哈，切對係當下嘅，當貼嘅。好，可能你家結到啦，當然好，鐵條係咪啊？你而家開始剪哈。好嚟，你剪起來喲，這個好，你用嚟剪哦。剪過來。這個唔是水嚟，問一下咩？唔是。好。先俾我調。好嚟，啊，嚟，就按咯。好，這個做一件啦，哈。好，這個做一件。大家傾下現地位，哈。好啦。同樣2層，好，第一層。好，第一層，黑盤啦，哈。將佢濕濕軟軟嘅。咩？黑布入。好啦，好啦，同樣成標木薯。阿楊師就感覺非常嘅健康誒，只要成條阿楊師健康食品啊，係啊，只要成條阿楊師就冇乜嘅負擔嘅感覺，也係最高級喺度，一般是冇賣哦，係哦，冇賣哦，最多有應該嘅很多像我們個潤餅啊，潤餅嘅料冇完好，你貼喺架咧用荔枝啊，哈，好，同樣聽意見哦，看清楚哦，哈，這個標荔枝下去，荔枝哈。可能唔講鐵往嚟，唔好按鹹啦嗬。2、3、4，好。哦，再加一下落去，切到還有意思哦。來，好，來，三號來標嘛該，龍大同樣嘛嗬。第二個，鳳彩條哈，嚟，鳳彩條加。對，好，中下標可以啦。中下標啊，好，哦，大家嘟好未？切多，來，好，還有，青瓜，好，阿叔可能做料理新神奇喂，那是給自己加油的一種。沒有，都出生了。好，來，3號來出鐵條款咯。對我哋鐵條款來，係，好嘅料嘅，好嚟講啦。嚟感覺上佢嘅純健嘅皮
吼，照理讲啊，保安多东西吼，要有较细量的感觉，较太调的会较好。特别做下太调的，要去味做下太调的，手度吼。好来，好来，佢杀下来吼，做建起来，建起来啊，记得咯，建下质调的吼，质调吼，来一款啦吼。好。哟，哎呀，功力无好的时阵，我咧皮啊有特细量啦，特细，太调的吼，就会较好见，吼，要较好见吼。先上来老给强下出声，喂，哎，听出你啊，嘿啊，好，跟按建起来，啊切嘛，喂，好，等下你看切，人切一件好诶，好，跟头梅吼，讲无酱嘅切得健吗？头梅啊，系啊，头梅你讲唔食，无酱啊切得，冇关系啦，冇关系，好，来，切来，切好来，哎，哎，哦，来帮你表，来，看你下，你要诶，看你到冇？有各种食物啊，有好，看到有姜嘛，嘅，嘿，一只变到蛋白，吼，一只变到便当咧，嘿，安尼变到两味，吼，变到好啦，好，哎呀，按次看你到内容，嘿，好，哦，好嘞，哈，做得嘞，当然啦，迄一家几只蛋白有好食的食材啊，做得标，人个农场还有种嘛个，主要荔枝啊，荔枝为太多数啦哈，荔枝传统啊，还有这个那乌鸦呗哈，还有糯米啊，桂梅啊，主要两种，还有最新呢，还有种磨fru的荔枝。哦，磨fru的荔枝哦，哇，这是个青凤片呢。磨fru呢，还有种那玫瑰花。哦，玫瑰花有耐用，咩？而家如果係耐儲存，哦，耐儲存係啊，哦，好嚟，好嚟，哎呀，當然，帶嚟嘅係龜妹嘅，係啊，龜妹嘅乜雞嚟？同大家講，你向大家識得係乜雞？係個荔枝木薯春捲，嚟啊，嚟吃咯。很多饼皮，高筋面粉，你还乜雞？低筋，哎，做埋高筋啊，加低筋哦，韧性不一样嘞，含玉讲秘密武器，它 Q 的原因是这个玉米粉包薯粉，安尼差不多都1比1咯，哎，差不多。好，韩哥，哎，你捧桶记得老多，要一节呢，咱有起泡的哈，差不多就好了哈。好，要你睇下苦力母红啊，它给你捏的动啊，正确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就懂受欢迎。荔枝木薯春卷，来，哦，見到鹹醬哦，呢豆腐講細細花，係講冰凍，其實有一點點齁喉嚨哈，可是因為荔枝水分當中，含金嘛還有個內瓜啦，哈，還有鳳菜頭啦，那個木薯芽，水分恰如其分，剛剛好，超毛，一點都不搶彼此的位置，你就跟 sell 就好啦。剛好，因為楊貴妃是倆就雖然不是一樣的品種啦，不過通通就會是栗子啊，叫做妃子笑啊，那我要當羅貴妃。你羅貴妃也太大口吧，好吃的，嘿呀，哎，當貼片，當貼片，好，你講吼，阿宋係啷個講？按好嘅東西吼，and I international 哈，真勁哈，比脆魚好冇？比到那邊，夏威夷，岩啲呢，岩啲做一套，岩啲那邊呢，韓劇我講比爭啲
奥地利啊那边比赛转来去当听哦，唔知蔡依林嘛？有谈过，有，其实你厨师界蔡依林哦，也唱起来好冇？好啊，好，也唱主厨庞贤琪，哎，庞主厨，啊，主厨，看到你到欢喜哦，来，按球冇看到哈，因为比赛啊，恭喜哦，大牌比赛都按好的成绩，本太高看到人客家江西嘛按厉害哈，料理按厉害，前面讲到料理啊。按厉害国际化的料理师傅，一听到国际化的食材，好冇？栗子，好生吗？好生，都好生，真嘅好生。做唔得是多。哎呦，我摸一下。我变杨贵妃。哦，happy 哈。我冇讲，这根本哈加音讲，请你来，一定要国际化一点。突然你去那边？法国。哎呦，法国。Bonjour。要做乜嘅？要做法式煎饼。哦。荔枝福袋。哎呦。哇。法国要福袋哦，有名牌可以买。带点准，带点准。哎呦，福袋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哦，过来看样板做了，好不好？来，Bonjour。偏偏抢到旁注出来哈，做嘛该这种福袋，福袋我只有在公演的时间排队才有福袋。还是讲在讲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福袋，不过室内发，譬如讲你去吃火锅的时间有福袋，那么唔止讲甜的要有福袋哈。好，等于今日的福袋，顾名思义嘛，而且推的，推的用嘛该做？推的用法式饼皮。哦，法式煎饼。对。一个你法式煎饼那个皮有耐晕嘛？耐晕，浓晕，所以它有弹性。有弹性，塌起来用嘛个塌？用蒲干。啊，蒲干哦，蒲干哦，法式煎饼，好特别，个底杯都来切嘛个？就底杯都来切，俩人都香提，香提，哪个香提？香提。其实，在我们房间呢，都弄来法式布丁奶油布丁馅。哦，按具体的哈。爱啲啦，譬如讲，你这是瑞士卷的时间，你还讲是泡芙的时间，底杯都有贴片的那个叫做香提。原来香提。哦。跟我的徐贵妃又来了，还是来做哈。根本的荔枝啊，那还给提供的，徐梦给谢谢。很多饼皮，好，变饼皮来这边，我们要4颗蛋，还你要准备桶哎，哦，好，你要麻烦4颗蛋，好，每次都好紧张。你食几号？有该卫生观念有冇？弄到一只大，2只，哦，你乱放很姜哦哈。哎呀，吐给肉没？好，现场西藏乱差不多係糖要幾多？你西藏亂差不多是200克，200克嘅糖。糖嘅咧，你差不多就100多。哦，糖100多，140。如果說你不要那麼甜也可以。哦。它減掉嘅冇咁甜嘅做得哦。然後有糖嘅有鹽嘅，嚟到呢啊。鹽。鹽就少許嘛，哈。好。好，不用麻嘅。你下3年來咧，用高筋麵粉。高筋麵粉，來。不用去倒全部。好。全部。開好咧。開好嘅哈。有過篩。有。好。好，謝謝。全部。全部哦。好，過來。好，來，你還麻嘅？低筋。做嘛高筋又要打低筋哦？陣型不一樣咩？哦，我知咧，你出嚟加滿老師講，福袋嘅餅皮啊，有軟冇，拉軟冇，還有一隻秘密武器。還有密碼嘅秘密武器？調整料玉米粉，它 Q 度的，它 Q 的原因是這個高筋低筋量細，軟性無強用，這個加啲玉米粉保水粉，本地嘅軟性含啊雜，很有彈性，全部標，你做得棒，按你差不多都1比1哦，差不多。好，對一般來講，你做給人狗不是要分次嗎？為什麼這不用分次？我們這不是給人狗啊，做軟皮，軟皮筋啊。好，韓哥，你嘅蓬糖唔記得留到？你下留到不會差。做得。哦，蓬糖迄啲啊，哈。做得簡單冇？簡單。簡單很簡單。蓬糖量當然啦，就特別講嘅嘛，唔需要是叫極甜，就不要。冇有比例哦。20克就好了。跳多就該跳甜的。全部哈。好，你識不？那配方全部配好誒。好。
几点颜色不？连顺没讲一家设计甜出去啊。好。哎，你都顺头去呢，牛皮都嘛该有，嘛该。蜂蜜还有玉米，就是很清香的那种面粉跟蜂蜜的香。呀，你的皮一下煎出来没红米，好香哦。特别是蜂蜜，红彤的小米。有没有？很香哦。有。哎，我今天这里20克而已。哇，它就可以这么厉害。当然啦，前面蓬头一定要最顺最脏的，最脏的哦。好，等下干嘛改？来，全部好嘞。按好的哈。OK。好，等下要剪呢。等下开始要剪呢。好。你俩不会呢，给清口的，啊，给不是下面不用加沙拉油，也麻烦你给我一张餐巾纸。好，你俩都润锅。好，那一般的不会呢，你就捞一丝丝的沙拉油，用餐巾纸就好了哈。好，记得咯，生意数哈，对，冇温度数，冇温度餐巾纸。我俩不会跟毛细孔有 keep 到油就好诶。你的福袋啊皮啊不是按多，所以不会不是按胎。你做西藏嘛哈，好来。你用来同许就好了。好。煎爱落个时间就要落一下，给它面糊会均匀。对，好。哦，还搞做面皮，哎，其实这样面皮早餐也可以当早餐的那个对，所以蛋饼皮。所以我听他讲那么该法式松。好。靠着锅子的热度，还有一些给用下去嘅哈。F 冇太忙哦哈。我点摆煮的时间，我就煲个比小，我就关小火，细的，保温，然后就按煎，那就好了。好，再会麻烦给我一个盘子。好，那有起泡的哈，差不多就好了哈。好，点一下过了，变过了，哎，这个纹路就是我们最美的地方，就是法式松饼。有像谁你是谁杂哎，淋上蜂蜜。伊伢来磨是薄的，你就按就好了。好，最简单。这个是你是没做的加蜂蜜后按就好了，一袋。那正面哈用下杯，好，一下你也包料打杯。哦，好香哦。而且蜂蜜的味道太加分了，别说老师的秘密武器哈。大家讲，你也煲个清口，你就捞一半，磨一加沙拉油的哈。好。落去夹夹转哦，好，给它转一圈你要的大小，这样不会凝固，就冇发出嘞。然后应该膨住出啊，凸出过去的。好，听一种哈，煎好诶，加下你主厨讲哈，哈冇按擦个面向当杯哈，因为要包东西哈。你根本哈，你洗上啊就剪细的就好了哈。你都要煎个饼皮的时间吼，我来搞太一家吼，你基本上用个蒲管去拍嘛嘿，蒲管呢，你要用滚水落去照过，无去拿起来是迄走的哦。不硬硬，你听照过滚水，怎么变硬？滚水，像湿的，像湿的，像熟的样的，做嚟拍电吼，你所以蒲管吼。蒲管。当中挑蒲管呢？因为传统市场上卖有哦，一般市场买没有。蒲管，蒲的管，当去熟的。你翻面哈，还比讲另外一面没有见到的哈，比它熟的喂，这样就好嘞哈。那你就做得嘞哈。好。T C D。for 下色的哈。for 莫重难哈。慢慢的。从俩做的练习间嘛，个蛋饼皮哦。主要大哥搞个润饼皮没做的样子。没做的，没按的意思啊。依靠，一般言之，他唔会让伊教的。对呀，其他不过先后容。对呀，差不多哈，东流泡泡的时有泡泡。中间嘅泡哈，起来的时间，后背差不多是有熟的哈，这样吃的边面。其实啊，我有想讲，你喺讲剪它多重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做那种千层蛋糕派的感觉。哇，你好聪明哦！一层一层贴到一张切开了。其实这个就是千层。对，你在做的夹草莓啦，水果。我要涂巧克力酱。做得。好 ，OK， 好嘞。好，按你四种剪好诶，沙律做乜嘅？沙律要打奶油。好，要打奶油哈。好来，谢谢。这是鲜奶油，好。我买多是叫买鲜奶油哈。还有。先打。直接打把花哈。好。大本给饭，加米饭哦。
大饭，安尼做对嘞哈，好，大米粉就好了哈。来，你俩鲜奶，然后你的卡士达粉，好，哇，天女散花来了，搅哎，好。这搅完之后呢，它会凝固，凝固一下呢，我们就你就给捞鲜奶，捞香哈。哦，老师给你这种鲜奶油捞，你用蛋白去打发的，做得安做么？蛋白，冇用嘛，蛋白係生嘅哦，生嘅哦，係，我龍太講講，熟嘅老生嘅切對做唔得，不可以搞混。對，有的人講，不對啊，老師之前搞他可能有嗓子看一般，他說，蛋白不是也可以這樣打發嗎？給水拿去整，你還烤你還生，你還熟嘅哦。你根本就蛋餅咪全部攏煎嘅吼，變黏黏咧，黏黏哦，變黏黏咧，吼，你就不用落來。好。不用阿姨就這樣就做好內餡，知道嗎？啊，你做好差唔多，靜置也係不用冰箱去久。喺你那是冰的吼，你就攞去冰一下吼，就較好食。較好食，當然啦，你貼心的老師吼，佢總係安尼，老師當有心嘛，佢做好啲冰箱拿出來嘅，哈，還不拍拍手來。很厲害哈！好，你啊，古里姆就拿去冰哦。好，來帶轉去哈。好，我們就把它放在盤子上操作哈。好，那個呀，你調下古里姆放在冰過位哈，然後給捏都動哦，轉圈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荔枝，剛剛邱大哥幫我們弄好的荔枝。哦，好。你啊，餅皮都給收起來，收起來。哦，熟起來，熟起來哈，全部熟起來哈，扎起來，就變成一個袋子。哦，就會咯，它就變福袋咯。這個用你剛剛講的蒲乾哈，好。你啊蒲乾呢，調下你就會啦，你介紹哈，你通過，通過做唔得通久，會熟嘅，大家試過上嘅蒲嘅哈，會熟嘅。要 keep 做過要俾它沖熟嘅。哦，按床哦，你來煎嘛，用這樣剪刀，謝謝。你要留預留，要用嘅尺寸哦，唔好剪成笨就做唔得哈。寧願過長，也不要太短哈。然後偷起來，起來。所以應該旁主廚啊，因為佢要菜好教學生嘅，所以呢特別佢來，佢就會希望呢，應該主持人做得好多幾個東西，所以就會派一位人啊，係佢同他做。一拜就會徐貴妃了哈。不要想，哎，你出去啊，就這樣哈。等一下嘍。老師，我來了。好。哎，我好緊張哦，我要挑一個比較厲害的。啊，你好，哦，很少碌碌嘅你哈。一定係黑人嚟嘅。其實係黑人掉嘅啦，嗬。唔過啊，你咩做得啦，嗬？你嘅餡料黑人嘅唔怕。按做得嘛？做得。先表，人家都唔會講，唔講甜啊，就甜咯。嗱，唔好講甜，就見人。香樣哦，不用上去。添下去。添下去。係唔拉個嘢意思咧？我出到按你做得咧。做得哈。給老師家包，譬如講你皮較盤，很有蠻薄，啊，香樣黏。收進來，收進來。哦，像包水餃一樣。啊，執起來，好啦。好，按你，不好意思，還是要麻煩老師幫我。咁多鬆。好。來。這個啊，我今日都要做一時節啦，就當受歡迎。因為哈，我覺得卵啊，大家都當喜歡，哈，加上蜂蜜，哇，幾卵要蜂蜜啦，幾卵嗰啲嘅材料都嗬，好漂亮哦。好，生下來咧，給旁邊的裝飾這樣做得嚟哈。做得嚟。哎呦，掉起來，來，龍太家講一搶太家食的係乜雞？法式煎餅福袋。來了。要這樣，
超毛为什么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哈？因为我们加了蜂蜜、荔枝啊、哈梅啊，搭起来合理之外是好吃，这个是超级厉害。嘿，就会甜甜嘅空气，爱到普罗旺斯嘞。Bonjour， 你一定係做乜嘅嗬？來，吃這個很難得，要這樣哎，你看，哦，要這樣，超毛，為什麼有一種很清香的味道哈？因為我們加了蜂蜜。哦，我知道蜂蜜懂厲害呢。當然啦，荔枝啊、哈梅啊，搭起來合理之外是好吃，這個是超級厲害。嘿，就會甜甜嘅空氣，愛到普羅旺斯嘞。好吃咯。等我先嗬，袁生，你說翻你係有是有許多荔枝夾中下咁樣。有香港人嘅荔枝都在做安尼嘅料。係啊，冇上到佢，嘿，兩位啊，做師就是很厲害，而家有嘅經驗，你夾落去哈，那個技術。你這個是應該是第一次這樣做吧？沒有，我今天在外面教學蠻多的，跟到我的學生才有這麼複雜。翻過來看，草莓沒做得咯，做得，季節歸節嘛，哈，跟還不如調太高咯。你看農創還有種乜嘅配的東西？對啊，還有種了，除了荔枝之外，哈，有小部分呢，種有四季芒果，還有四季芒果，四季芒果兩個。芒果太個是凍酸的啦，酸的，但是我哋係比較新鮮嘅芒果，嗬，酸的是傳統嘅，你講吐酸的，係啦，酸的，啊，你個芒果是要改良嘅啦，改良嘅，但係芒果看出來做乜嘅呢？有那個四季，你看情人果變成個四季芒果做嘅東西，有四季情人果啊，四季都可以戀愛，就是超嘅啦。跟住有人講，你皮啊放起來。全部都在包你嘅水果，做對啦，叮咚叮咚，會落入我的陷阱。萬用福袋，真嘅，他擺來就帶配咧水果來，好冇？我這個搶到暗醬嘅主廚弄做暗醬暗後色的料理。什麼樣，余先生？還有什麼主廚呢？謝謝。什麼音呢？他擺這個上新的來，好冇？什麼音有冇？我們沒有輸贏，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是雙贏。因為你食到好食咧，超毛。徐貴妃。哈，冇，喂，哈，陳媽媽係冇？哎呦，我是底下看陳貴妃冇來，哎，徐貴妃冇等下來。陳媽媽你好，什麼嘢看你嘅家家有好食，當然係同陳媽媽以外嘅好朋友講，係想愛看親醬嘅料理、親好食嘅食材，還有親醬嘅主廚、親熱嘅內容，一聽來收聽你嘅。家家有好食，hey，歡迎，歡迎國家來主席，上來了哦。我覺得他們要打我了。上來了。啊，今日帶來咧兩種嘅嗬，嘅料理嗬，有一種嘅呢，我哋荔枝木薯春卷，也非常嘅特殊嘅健康嘅一個食品嗬。啊，另外一種嘅係。也係當簡單料理嘅嗬，一個荔枝黃梨下滾球，我相信啊，大家呢，對食了會當喜歡呢種嘅料理，也係當健康嘅食品，大家透過多多來看呢個家家有好食呢個節目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大家。